来继续是正大的消息，来看国民党甲民众党讲整合，第顶礼拜六召开会前会到单，已经过5天了，双方也是无共识。结果即摆佫加一个变数，就是郭台铭。郭台铭讲，伊已经甲柯文哲交流过，为总统到立委有袂少的共识。柯文哲早起讲，甲郭台铭会当讲的有真多，即摆就是爱团结一切，会当团结的力量。是毋是要来放弃掉南北合作？柯文哲敢若强调讲，为着回应民意，在野需要合作。下一张。下一张。讲到一半，荧幕熊熊翻乌，互当地台顶演讲的柯文哲表情有淡薄无欢喜。好不容易设备总算舞龙好势，也个可批又个生气咯。我们是主张将来在这个。我说下一张，你再下一张。一透早开记者会，又个是设备，又个是工作人员，互柯文哲的拜五早起无介爽快。当日积极搜找连续郭台铭，讲已经和柯文哲交流意见，为总统交立委拢有真侪共识。郭董还是台湾社会一个重要的人物啊。本来我们说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，所以本来。其实政治上本来就没有那么肃杀了，我们也会非常清楚，我们本来就不会规划旁体嘛。所以说，当然，如果跟国民党合作，当然国民党还是主力嘛，人还是比我们多嘛，这我们也知道。南北到底会当合无？柯文哲无甲话讲有死，严哥离南北合会前会已经过1礼拜，只卖讲合作，咁也个乎？如果合作也不能赢得选举，合作干什么？但是我发现国民党是这样。他好像不是要赢得选举，他只是要赢过柯文哲。可是赢过柯文哲没有用啊，你选举还是不在大选的时候还是不会赢嘛。要变赢指控技术的选举，在野找找合作，争取上大胜利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